新闻头起先哦，咱来看4月23半暝，规模6以上的电动尾，嘛造成花莲市区的富凯大饭店佮控水大楼起气。今仔早起，花莲阁下大雨，吊大型的拆除机械嘛需要时间，所以目前哦，拆除的作业是搁在做准备。因为富凯大饭店位伫市中心哦，附近是真热闹，所以有成立有封锁线，一寡店家是无法度做生意。当地里长哦是望讲会当赶紧来做好安全的保护，互附近的店家会当恢复营业。花莲市区透早咧上大雨，不过沙石车和怪手继续伫起气的富凯大饭店头前大平台准备要作业。若顶一届到3工，拆除天王星大楼的大型剪断机，因为需要搁较长的机械手骨，才有摘掉拆较悬的楼层。透早搁咧等配件送过来。伊讲富凯大饭店阁需要2礼拜时间，才有法度总拆掉。若边仔店家员工是要紧要搬货，都惊有一寡食品要过期啊。花莲薯系列的，因为期限比较短。对，所以那个要赶快撤到我们另外一家总店，到期就那些食品就会浪费掉，这样很可惜。员工将铁门救起来，店内虽然有一寡物件落落来，不过灾情也无算严重。员工笑讲，因为地动尾实在太济了，已经累积经验，避免损失。比较高的产品都会把它先躺着，避免它地震的时候又再摔下来。因为之前第一次地震的时候，它就全部都摔下来，都破掉。地动了后2天，中山路的店家大部分拢关门撮好无咧卖，干那花莲唯一一间中华银行有咧营业，员工是赶紧采购失败，通知客户。要让金融才能够畅通，不是像说7你这家没有，可以去别家嘛，一样不行这样。富凯大饭店头前嘛搬一寡肉粽角，放伫店家头前做保护。当地里长表示，附近的店头实在袂堪至关店2礼拜，即马员工游客阁少，实在唔知影日子是要安怎度。2个礼拜他们可能受不了。哎呀，当然受不了啊，太久了啦。现在地震就游客又少，没有进来啊。现在有在附近的顾客也是要顾好啊。若是店家附近的传统市场嘛，变甲零零清清，讲是因为风度害生理减一半。若另外一栋起气的通水大楼，本地20时透早要开始拆除，不过包商表示作业的平台也无够悬，都爱先塔土石等机具送来，无定着要等到8日以后才会当动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